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机能严重无够，农委会注意陈吉仲今仔搁再向消费者搁店家回息咧，嘛强调讲，因若是做无好，会家己再警惕。英国经济学人有文章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上大的问题是还未决定要安怎，还是敢要对抗中国的侵略。新闻开始来看，今仔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审查疫情后特别预算案，也毋过立委嘛拢正关心中南部可化严重，阁有买无鸡卵这的问题，嘛即阵相关的部会要安怎来应用？毛立委问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鸡卵的供应出问题，伊敢会落台负责？陈吉仲是表示讲，伊会家己知影政策，绝对袂流乱官位。56、58，赶紧，你想买？人也排，你也讲没有了。会量有限，头家干能算人头，请民众唔通阁排啊！鸡卵批发期起到诉讼上悬，依然是无够强硬。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前一天讲，欢迎大家买鸭卵的讲法，引起南衙批评。有定衙立委也表示，欠卵会继续到4月5月。被问到是不是要对欠卵来负责，陈吉仲讲未流乱这个职位。个人的这个位置都自己不会有任何的恋战，只要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对会全力帮农业部门、帮消费者做到最好。但是如果没有做好的，我当然会知道有所进退。农委会强调，短期专案进口卵会补助市场的缺口，东部强化禽流感防治，希望能缓解欠卵。即摆已经进入春天，中南部依然是大水期，南部的闸门水库调水率第早起是17.1%，继续探底。经济部表示，会伫4月底进前，逐工调度13.6万吨的水，予南部来使用。都已经有进行相关的节水措施哈，那南科已经节水10%，那新竹的部分他们是自主节水哈5%。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要节约用水，那这样才能够在这个干旱的期间可以度过。经济部指出，目前这产业用水伫使用上无问题，不过也是呼吁大家用水都要较省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欠水严重，今仔开始水情灯号变作是黄灯，开始实施暗时10点到过灯档，对光工的透早6点减压供水。水公司针对位伫自来水管线尾仔的地区，嘛已经准备水车甲加水桶，要来提供民众用水。另外，为了让产业袂甲民生用水来抢水，洪山甲临海这2个再生水场，一日都卖提供13000万吨的再生水，予中港等业者使用。水资源中心的草埔当地压水，但7月开始，高雄水情灯号转成黄灯，暗时10点到过工透早6点实施半暝减压供水。公家机关嘛会停止供应花草、洗涂骹等无必要的用水。节水的效果，其实从后续的灯号，如果从黄灯再转到橘灯，那一些供水大户在减量供水，那照前年我们发生过的一些抗旱经验。那整个实际的减少可以节约的水量大约有10万吨左右。放流水日过2月，这波减压供水虽然对产业影响无大，但为着确保产业袂甲民生用水抢水，洪山甲临海2个再生水场嘛会增加水源，其中主要供应中港甲中港阿鲁米的洪山再生水场，供水量会对每工40500吨，增加到大约4.6万吨。应用的方式就是少用水量，看怎么用少一点啊，这样子啊，嘿啊，然后不然没有水的话，就是公司会处理啊。伫要休困的早顿店、洗涂骹、洗设备等等拢爱用水，但店家认为靠一钟做伙洗，短期之内欠水影响无大，若继续欠水会阁想办法应用。伫个自来水管线上后壁，也是关厝顶242个弱势供水地区，水公司嘛准备好9台水车甲395个加水桶等，到时阵会使看供水状况，随时来调度送水。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本土高猪的疫情，昨个出现第3例本土病例。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表示讲，高猪主要会伫特殊交朋友的族群咧传，所以防疫办法爱阁愈有路。另外，轻症唔免隔离，3月敢会开始实施。施水元是表示讲，目前嘛是阁继续的往这个目标的进行，也毋过会随时来进行评估。
高州本土个案团开，目前3例确诊个案分别住伫台北、新竹、甲高雄，社区暗中风险。卫福部长施瑞元强调，除了提高警觉，也对国内防疫系统有信心。过去新冠疫情伫青年阶段追踪科的治疗价值拢有经验，只是面对高资，防治也佫较细致。猴痘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因为它是在主要是在特殊交友圈里面的一个传播，所以所用的方法可能还要再更细腻一点。另外，高资疫苗采买合约，施瑞元透露已经完成签订，不过确实进口时间也得甲厂商参详，有信息就会向外界报告。全台目前依然有100万人无做过任何一剂新冠疫苗。立委对轻症免隔离3月上路，4月放令病院管制，5月新冠疫情该阶段放令依然有记录。那如果算一算整个解封的一个政策的规划的那个时程，在今年7月有没有机会推动？包括年长者啦、慢性病的这些那可能要追加1剂。这一剂的话，那我们是预计是在秋天的时候，在秋天来施打，因为入秋之后天气逐渐变冷的话，可能会让这个 COVID 的病毒更加活跃。被问到目前囡仔对家疫苗只有2成多，是毋是疫苗注射率无够，出现保护力无好的记录？施瑞元表示，疫情依然在变化当中，不过朝向轻症免隔离的方向来行，兼顾个人健康甲社会经济力复苏，是不是进程会阁进行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继续是前总质询，将对发6000块的现金，国民党的立委拢望讲会当增加到1万块。有立委嘛正关心讲，所谓发展部已经伫2月底完成领钱相关系统的开发，现金6000块到底什么时阵才领会到？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等下总统公布以后，望讲1礼拜就当开始发钱。另外，财政部规划宣传费就要1600万，立委嘛协商决议要先抬掉500万。中央部会首长车伯拢来到立法院，因为立委要审疫后特别预算案，审期一开始，国民党立委就话讲，普发现金金额要增加，为6000提悬到1万。因为这本预算是这个特别预算，那个像那个委员手的提案列入公务年度预算是另外一本预算，你不要又给我扯开了。我现在讲的就是有些预算不重要的就把它不是不重要，它可以缓一点，不见得放在这个时候嘛。你如果要发6000块本息就不领了啦，N 个罗明才都不领。那你多出来的钱你要怎么处理？你会不会把它 A 掉？不领就会变成一个剩余，剩余的话就是会缴库，缴库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各项社会福利的措施。民进党立委曾嘉宾表示，普发6000块对民众来讲是救急无救散，共党的审发费嘛靠细，不管中央要发偌济，拢会有人话讲爱增加。今天如果我们的案子提出来是1万，可能我们就有同仁提案说希望发12000啊。如果我们政府的提案是发12000，可能就有同仁提出来说希望发15000了反正你说了，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大概听下就干嘛赞。有些人来讲6000都嫌太多，你再给他多1万还是太多。有的人6000本来就太少，你就给他10万，他还是嫌太少。不要呢缓不济急，但也不要过犹不及。那6000元呢？我认为呢是刚刚好。特别预算规划要以500亿挹注台电的亏损，罗斯堡提案减跌200亿，煞来增加普发现金到1万块。朱特别表示，这牵涉到其他委员的提案，要是要尊重其他各委员的意见，落尾提案保留。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再来看路透社上新的报道，指出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证实讲，今年会伫美国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另外，英国的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是指出讲，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上大的问题是还未决定要安怎，还是敢要对抗中国的侵略。内部嘛，各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伊相信台湾人民一定会团结来捍卫民主自由。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证实，按照今年甲总统蔡英文伫美国会面，嘛讲到这袂影响了后访问台湾的行程。消息人士指出，会面的时间可能就是未来这几个礼拜。国务院表示，议长会当家己决定要甲什么人见面，嘛批评中国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迫害台海和平甲稳定。Leaving aside
the reports that have been out there about Speaker McCarthy and a potential engagement is the fact that the PRC has consistently sought to undermine the prevailing status quo. 中国外交部长真讲初7伫记者会提出宪法，叫美国唔通干涉内政。针对这点，白宫表示，美国一种政策无改变，反对各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经济学人报道指出，进前总统蔡英文宣布延长做兵的时间，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其实，这个决定无应该遮尔困难，不过嘛反映一个事实：台湾还未决定要安怎对抗，甲敢是要对抗中国的侵略，其中存在中国心理战等等的难题。 他们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去降低我们民众的抗战意识，或是我们民众对于中国的观感，以及我们民众对于其他国家的观感。我相信台湾人民有足够的警觉，有足够的决心来捍卫我们自由、民主、法治还有人权的普世价值。针对这点，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讲，未来会继续加强台湾的国力，相信全民面对威胁的时阵，拢会当团结一致。 拍拼捍卫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大巨蛋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上任的时强调讲会赶紧来解决问题，要拼年底试营运。今仔副市长李树川伫面册抛出大巨蛋在做严控试验的画面，嘛讲会当伫7月底进前摕到使用执照，互台北市有一个室内的棒球场。早起市长蒋万安冒出面来说明。 我们从2月开始就在进行相关的烟控试验哦，那目前就是朝向7月能拿到使用执照的方向来努力。蒋万安表示讲，目前一直拢会关心大巨蛋的进度，远向公司伫接到来进步的许可，就尽全力来赶工。大巨蛋哦，等下进行烟控的现场试验，望讲7月有法度摕到使用执照，年底进前来试营运。 若是顺利哦，运动场馆会乘以1万人的观众来进行试营运。再来看，基隆市长谢国良补办基隆捷运的经费，地方爱负担53亿8500万。内政部长林佑昌早起是表示讲，捷运是重大的建设，地方无可能唔免负担费用。伊呼吁市长应该理性来讨论捷运的经费，会当利用都市计划定手段来应付捷运。 土地费用的增加，基隆捷运建设经费增加，地方政府爱负担53.85亿。市长谢国良就呛声中央，表明爱基隆市吞落去，想拢免想。前期是一直滚价，引起在野党共声批评。国民党团批评中央补助看色水，民众党团是呼吁应该明确维分中央，地方权责归属。 基隆捷运，中央要拿出对策，要拿出态度，不要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过多的政治考量，造成这么重要的公共工程建设变成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针对中央提议研究都市计划区段征收的方式，挹注相关的经费，谢国良是要求中央全权负责。前基隆市长、内政部长林佑昌回应。 捷运建设无免付钱的，应该理性来讨论。捷运是重大的一个建设啊，在各县市都一样啊。不过我想这个应该大家要理性下去做讨论。我想没有那种不用付钱的啦，这样子说可能道理也说不过去。捷运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啦哈，假如说分10年的话，就1年就是4亿了哈。我想说对它的市库的这个影响，可能不是想象一次就是。 这个54亿就进去哈，它会分年来编列哈。林佑昌阁表示，经费增加，那是因为土地经费增加，应用都市开发其他方式来处理。那连合理的经费拢袂当负担，还佫讲什么捷运建设甲后续的营运呢？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诈骗电话是接袂离哦，所以发展部等个规划伫电话号码就来设防诈机制，上紧今年就会开始。部长邓宏今仔表示讲，目前是有2个方案的思考，看是要甲 App 业者合作，还是要互 NCC 来主导，互电信商家己愿意来做。另外，针对Google面册假口罩真侪，诈骗真严重，邓宏嘛表示讲，金管会会邀请平台业者甲政府单位做伙来想办法处理。 台湾诈骗的电话真多，有的民众较会去用骗去。市面上有 Fusco 等等的 App 会当过滤诈骗电话号码，不过考虑侪伙人无啥会晓下载甲操作，
作为发展部部长陈宏规划讲，按算伫手机仔门号内底按防诈骗的机制，上紧伫今年实施。陈宏初八进一步说明，目前全台湾要是有2/3的民众无按防诈骗的 App， 伊提出2大方案，包括甲 App 的业者合作，或者是由 NCC 领导电信业者。陈宏认为讲，这才是根本处理的方式。在台湾就是 NCC 的引导之下，去自愿的实作，像刚刚这样子能够透明给出交代的这样一种方式的话，那当然所有人就不需要安装任何 APP， 就会从电信商那边直接接到说这个号码应该是诈骗。最近真正传出 Google 甲人民册机口遭诈骗的事件，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是受害者，伊的相片互摕去卖药啊，伊是有随出来买货。那国民党立委洪明凯指控讲，所谓发展部变作是点名线平台，要求就要赶紧处理。陈宏表示，金管会会邀请平台业者、甲政府单位解决一夜小诈骗、甲假口座的问题。民进党立委何兴顺问讲，台湾去年治安증诸86万件，民众甲企业要安怎提防诈骗呢？身份验证的方式，不要只靠密码。如果只靠密码，它赶快多加一个新的因素哦，就是好比像说即时的这个动态密码啊等等。那只靠密码的服务慢慢就要淘汰，无论是租车啊、华航啊等等啊，那这个因为就超过治安管理法的范围，但是还是治安院，所以治安院会协助所有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它只要需要技术的量能，无论是通报的、应变的、调查的、改善的，就是治安院去协助。是的。针对内政部、iRent 甲华航等等各组流出去的事件，立委不满讲台湾的诈骗变甲遮尔严重。陈宏强调讲，各组外涉都是治安的事件，若是发生，治安院就是负责通报甲调查的单位。陈宏讲，政府机关应该减少收集个资，未来袂当干那靠密码做治安的防御，都要推动稳装密码的技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公务局一个姓金的副工程师，互指控办理标案的时，帮厂商变更设计，甲预算跌塔悬，嘛收几10万的乌钱。强调将发动搜索，透明真实。这副工程师20万交保，厂商佮甘蔗商3个人嘛交保。公务局表示讲，这案件是内部发现，主动检举通报的。大楼的外墙规个拢是水泥，还佫有壁来像青池。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有真侪这个建物的墙壁出现涉水，找厂商来解决，不过煞传出备案。你有拿厂商的好处吗？有没有话要说啊？面对提问拢点点唔应，伊是台北市公务局化工处的姓景的副工程师，涉嫌收乌西钱，受到调查。有什么想说明的吗？有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吗？对得标商、甘蔗商，还佫有下手的包商，拢总互人甲约谈。因为检研发现讲，台北市客委会伫2年外前编列1亿7千多万发包工程征收，互化工处承办标案。负责业务的姓景的副工程师，涉嫌收乌西钱10万块，互行厂商铺编预算，搁再来变更设计，经过检方透明甲复审，官员以20万交保，其他的3个人嘛以5万至15万交保。去年4月的时候，那我们有接获请示，我们的监造厂商的一个王姓的监造主任，疑似有跟厂商索贿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卫工处就做了一个主动的一个通报跟联系。卫工处强调讲，专案是主动发现通报，了后会刷咧办配合司法的调查，相关的工程嘛已经完工，即马当咧办验收的程序，嘛会照严格来把关。即边官员亲像是涉贪，检方会甲专案调向贪污治罪条例甲背信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1月，台东市林昌街一条巷仔有建商甲风火巷私有地买落来，准备要起大楼，因为会影响到通行，附近的民众是连续抗议。结果最近才抗议的民众和建商告，建商对县政府提供的公文知影连续民众的名单，一个一个告去法院。民众嘛去地检署控告县政府泄露民众的个资，嘛向县议会提出订情。被泄露个人资料民众，早被报条甲台东县议会订情，因为因抗议建商为了起大楼的连署名册，互公务员泄露互建商，互建商应向法院控告住户诽谤妨害名誉，居民要求县议员斗3天向县府讨公道。个资证的正常，你要合理使用，甚至你有保密义务，这个责任跟义务。
那县府岂可把这个资料全部都外泄吗？那以后谁敢向县府陈情？去年11月，有建商买大同市仁昌街一个风火巷所有地甲2平主体要起大楼，都爱封路影响住户通行。迄时阵，居民发起连续抗议，甲建商发生纠纷。后来建商向县府申请相关公文的时阵，摕到住户连续名册资料，抗议住户拢被建商提告。台东县政府表示，确实是建设处承办人员的疏失，承办人员已经交由政风处调查处理。泄漏的部分已经移送政风处处理，那建设处一定站在人民的立场，公平处理任何事件。当时那条路虽然是私设道路，那县政府也以地方住户的权益为重，至今没有发给建筑执照。台东县政府表示，政风处调查已经结束，所涉公务人员移交地检署侦办，相关的主管人员县府也照权责处罚，而且更加强县府员工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巨蛋工程已经流标6届，为着要顺利发包，台中市政府甲台中巨蛋的预算增加35亿，佮加上原本的65亿，总经费已经99亿外咯。也毋过哦，预算增加超过5成，市政府的报告只有短4页400多字尔。议员是认为讲，这种态度实在是伤凊彩啊。市政府表示，因会赶紧来提出完整的报告，望讲会当伫即届的临时会通过。薄薄一本的预算报告书，算两挂方面，敢若有4页。台中市府就要甲台中巨蛋的预算，对原本的65亿提到99.8亿。台中市议员吴佩芬就批评，这预算一声就加买35亿，那扣掉表价甲方面，就敢若415字的说明，也看不到是安怎要增加这么多原因。安尼做敢会受过多错？那原本的巨蛋是没有这个蛋型的，是依照什么样的建物成本的计算？你计算的公式、计算的基准，你计算的基准的数字又是如何？我相信这是可以给市议员这边的话去了解。台中巨蛋对去年5月第一届发包，一直到今年的1月，拢总6届就望招标拢是流标。台中市府打到拍算，甲预算一届补到贵，总预算达到99.8亿，增加要5成2。今日民众对台中巨蛋要增加这么多预算，嘛有无同的见解？是不错啦，对啊，就是也可以多一个地方去活动这样。有点夸张啊！台北盖多少，就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嘛。台中市府表示，台中巨蛋的设计是对2019年规划，希望加做符合国际标准的主副场馆。不过因为疫情甲原物料起价，评估物价指数了后，才甲预算做一届拢写到够。上网招标真的是因为大环境的缺工缺料，使得营造厂有没有裹足不前？因为我们流标之后，才把整个预算再提高啊。台中市府表示，这增加预算是经过专业评估，佮检讨起造成本所调整出来。拍算要伫3月13开始的临时会期，提出完整的专案报告，希望议会会当赶紧过关，赶紧发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半暝点外，台中市北屯的泰湾路3段，一个当个起厝的工地火烧哦，火是对14楼开始烧，警消接到报案，出动8个分队去拍火，加载是无人着伤，起火原因搁来调查。现场是建筑中的工地哈，它是在14楼开始烧，哦，14楼、13楼、12楼，一共烧了3个楼层。那我们出动的人员是有8个单位，10汽车52个人，它的燃烧面积大概出估是大概是300平方公尺，没有人受困，也没有人受伤。大火这栋大楼本底要起24层楼，即马是已经起到13层，14楼等个做无帮无嘛，准备要灌浆，所以有真侪材料，火是烧甲真猛。后来伫2点10分哦，火受到控制，因为是半暝，工人拢休困，所以加载是无人着伤。今仔早起有50只的渔船甲上百个渔民伫桃园的永安渔港抗议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顾到渔民的权益。因讲哦，目前的工程已经互因即马一档掠到的鱼无到以早的1/3，特别活袂落去咯。中油是表示讲，渔民的诉求已经收到，会想办法来补偿渔民。今天的主诉求就是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准点
点8我被挖落去的白布条啊，设备早起营运时间50只船，上派渔民抗议中游3只无重视渔民权益，动员渔船出海进行巡河行动，希望政府甲中游听到弱势渔民的心声。108年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渔获量达到400多公斤了，万公斤了，啊，现在目前啊，得不到1/3的了。自救会表示，渔民支持政府政策，暗过工程开发造成渔量减少，生活受影响，才有反弹声音出来。因为一船船出去4、5个人，除了人工还个油、网仔的消耗，作业收入的煞少1万外、2万外，实在是无够本。渔民大家拢化艰苦。工业区跟工业港开发的范围，它并没有超过民国90几年，我们已经执行过渔业权补偿的范围，全部是在它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扩大哈。中油表示，3只开发案伫90年间已经完成部分渔业权，渔业上永久权利撤销，补偿5亿5千万。针对施工期间施工船机影响渔业作业，也予每一只渔船12万，各做渔会船只作为工作船来做补偿。你在6年时间12万，你影响渔民太大，所以说12万一天买不到1瓶矿泉水。自救会无奈表示，生活受影响，才要求政府中油提出配套措施。中油也回应会针对渔民诉求做沟通，专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妇女节，推育政策推催生联盟指出讲，台湾目前无够1趴的生育率，伫20年后，台湾的人口会即将减少将近1/3。以北欧国家的经验来看哦，要提高生育率，女性就业比例就必须爱增加。女性家己爱有头路、有收入，才会想要生囝。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是真低哦。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女性伫劳动市场会因为结婚生囝受到影响。真侪查某人结婚生囝后，就离开职场。托育政策催生联盟提出劳动部上新数据，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敢若5%，嘛因为真侪育龄女性退出劳动，连带影响到生育率。以目前的生育率，20年后育龄女性人数将大幅减少175万，减幅达1/3那么多，那将是断崖式的崩落。涂明表示，台湾的女性劳动力凭瑞典、德国减几10%，其实德国过去嘛捌拄过生育率、劳产率低问题，但是用10年的时间，参考瑞典模式，改变低生育率，推行普及公共托育，改革育囝等制度，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增加亲职假的修法，唔是用法定贴来解决问题。这样子其实没有办法让家长们更愿意生养，因为往往都会是一边补助，另外一边就是同时的涨价，所以其实看得到，确实没有办法实际上有所协助。涂明强调，即马育囝制度初始性，呼吁弹性调整，互家长通用入点钟做单位来请育婴假，嘛通用到囡仔8岁。按行政院提出版本修法，伊嘛表示，进前劳动部要调查近半企业认同这个修法方向。与会下党派立委嘛表示，会继续推动修法。记者台北台北台北报道。再来看乌俄战争超过1冬路，至少造成600万的乌克兰难民。过来有公民团体今仔就呼吁跨国企业应该全面撤离罗西亚，停止机械电子零件的出口，才袂来正做战争的方向。伊嘛指出讲，有资料显示，过来阁有一寡公司哦，阁有继续的甲罗西亚做生意。战争帮凶，台资企业莫成战争帮凶。公民团体发口号。呼吁台湾的下国企业唔通阁提供予罗西亚相关的商业服务，因为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超过1年，造成至少600万的乌克兰难民，伤亡的人数是真惊人。国内外的公民团体7月举行记者会，呼吁下国企业应该全面撤离罗西亚。维新跟这个乔山健康科技这2家公司完全没有回应。然后也没有任何公开讯息，所以我们就推定呢，他们这2家公司是台资企业还在俄罗斯经营的这一个企业。I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and perhaps improve the export control system
and upon confirmation of this information to ban the supply of machine tools and microelectronic products to Russia. 公民团体希望讲，台湾的下国企业唔通甲机械甲微电子零件外销去罗西亚，避免去互军队利用。嘛强调讲，经过确认了后，包括中央海运、大速石化、美利达、甲捷安德等几啊间台湾的下国企业，已经停止对罗西亚的服务啊。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去做生意，反而是非常危险、非常高风险的，所以也希望这个今天被呼吁的这些台湾的企业，那也能够做出他的决定，那也非常希望他能够公开目前还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状况。公民团体甲立委呼吁，要咧提供罗西亚商业服务的企业，爱徛伫个人道的立场，停止甲产品外销去罗西亚。呼吁企业营运嘛爱遵守人权的规范。罗西亚战争的手段粗残，唔通间接正做甲因斗相共的角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罗西亚隔壁的西亚国家乔治亚，民间的反西方团体人民力量运动，因向国会提出外国代理人的草案，外界嘛该叫做罗西亚法案。初次伫国会朝野两党冤家相骂通过一读。伫国会外口嘛有几啊千的反对派，因非常的不满，示威抗议。当中嘛出动大批警察来驱离民众，双方发生严重的冲突。乔治亚当局七暗时出动大批警力，用催泪瓦斯、强力水条赶走这几天伫首都提比利斯国会大楼外口，亚乔治亚甲后边机的几千名示威群众，提盾牌镇暴警察，搁沿着贯穿市中心的主要街路卢斯塔维利大街掠人，街路冲突一直到初八透早，拢无停止的现象。Today we see that in Georgia we have fully Russian-oriented regime, Putinist regime. They're using illegally force against peaceful people. 乔治亚这场政经动乱都会算是反西方团体，同时也是执政的乔治亚梦想党的亲密联名人民力量运动向国会提交的外国代理人草案。这呢叫做外国代理人透明度加外国代理人登记草案，甲俄罗斯当局伫2011年实施的外国人代理法内容正共款，为政府组织甲独立媒体，有2成资金来自国外，都爱注册所外国代理人受司法部门监督。被俄罗斯、塔吉克甲亚塞拜然等后苏联极权国家，拢共款的法案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乔治亚反对电影人士形容这条俄罗斯法案会被用来污名化，甲打击乔治亚充满活力公民社会甲独立媒体，各互加入后面机会愈来愈无。美国驻乔治亚大使馆发声明，这次投票结果是乔治亚民主黑暗的一天，讲这受克里姆林宫启发的草案，甲乔治亚人民想要加入后面甲发展民主的愿望是受违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伫切切记者会表示，密切关心乔治亚局势。欧盟外交甲安全政策最高代表普瑞尔表示，草案无符合欧盟价值甲标准。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咱再来看国际上最近发生2件真严重的环境污染，一只菲律宾的游轮伫菲律宾的外海已经留有超过1礼拜，严重污染着环境哦。有民众出现会吐等症状。另外，伫印度有一座大型的笨色山火烧，规个都市的空气拢有毒哦。当地政府是呼吁民众上好唔通出门，要出门嘛爱挂 N95的嘴暗。游轮漏油真严重，沿海居民通报讲要吐头壳痕，至今用油布咧输油，污染的这个海岸规个拢是乌油。沿海60村的居民通报讲会满面想要吐，连伫个布拉村清理乌油的作业员嘛汇报讲有出现健康的问题。2月28日，一载满载80万公升工业用的燃料用油的游轮，伫个菲律宾东面多洛省的外海沉去，沉船原因还佫爱查，20外个船员拢得救。菲国当咧评估游轮内底还佫存偌济油，并且展开海洋清理的作业。Ang dami pong dumating dito sa aming ganito pong langis. Sobrang kapal po. Talaga pong nakakalula kapag wala pong proteksyon.
papel, pinupunasan po yung mga bato, kinukuha po yung mga dumi dun. 输入油气强镜的指数并北头较疼，皮肤若是接触嘛的指数会上起水泡。菲律宾已经宣布针对受影响的地区进入灾害状态，发布禁止掠鱼令，一直到污染完全清除。不过禁令嘛严重影响到18000外的渔民的生计。另外，海洋生物学家警告讲，3.6万公顷的船坞礁、红树林，还有海草地，拢会拄撞到生态浩劫。印度西南部城市高低的消防员初七抢救一座失火的粪扫掩埋场，有一寡消防员甚至起毒粉甲激焚器、高温还有空气排放，这个乌烟甲几座60万外人的城市打掉掉。当地政府表示讲，粪扫场内底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嘛建议民众都爱伫室内，若是要出去，都爱挂 N95 的喙瓮来防止中毒。അതുപോലെ ശ്വാസകോശ സംബന്ധമായിട്ടുള്ള രോഗമുള്ളവർ ആസ്മാറ്റിക് ആയിട്ടുള്ളവർ ഗർഭിണികൾ കുഞ്ഞുങ്ങൾ。这场大火发生伫3月初2，原因还阁爱查。安尼嘛，印度面对气候暖化的问题，搁再来添添挑战。根据监控的数据，印度粪扫掩埋场伊放出来的空气，伫全球是排伫头前，空气嘛是造成气候暖化主要的原因之一。就算讲印度政府万讲会当降低空气排放，不过煞无加入国际减排的承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婚林的卖料今仔早起有真严重的空气污染，环保署是提醒卖料民众上好就唔通伫户外来活动。婚林县的环保局是表示讲，最近空气扩散的条件无介好，佮加上今仔透早卖料有2个所在有在烧物件，所以造成空气污染。消防人员无用咧拍火，初八早起，婚林的卖料就接到2块空地啊草啊咧火烧的通报，其中一笪火烧的面积有1甲遐寬，产生的乌烟四界飘散。我伫迄边有看到乌烟冲起来，我要靠我的门有看我啊，看我看到这边有烟后进来啊，空气品质一定会变很差的啊！消防队马上到现场的，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的控制火势啊。根据中央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初八早起8点，婚林卖料是全台唯一 AQI 数据超过150，呈现对所有族群拢无好的空气品质红色警示。环保局表示，受到天气甲地形的影响，最近西半部的空污较歹消散。被风涡旋，然后风速又微弱的状况下那污染物容易累积。我们也发现在麦寮地区有多处的路燃状况发生，目前正在厘清，不排除是因为路燃造成有人非法请到一些垃圾，那在那边就地燃烧，所以早上我接到通知，我就马上到现场去看哈。有民代表示，当地有真侪偏僻的空地啊，互人黑白拼粪扫、黑白烧，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去追查。那环保局强调，目前会针对风向甲监测站的数据等等来判断甲分析，才会当确定造成卖料空污的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玉里一个灌溉的水圳，发现有一个阿嬷互淹死。厝边是表示讲，阿嬷可能是啉酒无细力去跋落去水沟啊，人就互吸入去。阿嬷互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咯。接到报案，讲有一个阿嬷落入咧排水沟内底，消防人员马上赶到现场救人。不过受困的民众已经互真强水冲到涵洞内底，只好先请水利单位拍开水门，才将人救出来送医急救。现场排水沟经过马路下面，后面的有水闸门关闭，经水利局人员将水闸门打开排水后，水位下降，溺者原本卡在马路下面，与民众合力将溺者由水孔盖拉出以后进行急救，溺者经救护人员评估为 OK。报案的朋友表示，拄做细林的婚礼人今年76岁，初七中昼伫厝边头啉半罐米酒了后，可能是转去的中途无细致，才会暴露水准。警方勘查发现伊面有寡刺伤，已经排除外的介入。本所经查，林女疑似前往朋友家中饮酒，隐蔽于中午12时独自走路返回家中，途中不慎跌入住家附近的排水沟内。本案将全力协助家属厘清相关案情。因为庄脚所在灌溉水圳考虑用水拢袂加坎，不过婚姻人无细致搬入，最后死亡，已经引起地方议论水圳安全的问题，呼吁相关单位加装防护设备。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日本大家食品展展开幕，今年台湾有9个县市长亲身带队参加哦，嘛是食品展规模第2大的国家场馆。各县市拢甲因上有特色的产品炸去日本，要向全世界来推销。互中国禁止进口的往来，佮有台湾的枣仔、乌鱼子、兰花，拢真受到注意。喷泉详细清理金砖往来，希望符合日本检疫标准。受到2021年3月中国禁运往来影响，高雄这间合作社甲市场转去日本甲香港。去年一年出口去日本的量差不多1500吨，营养两地消费习惯、选购的标准嘛无同。日本那边就会喜欢比较小果一点的，摘果的过程中就会刚好有一些区隔，这样就是我们大果会比较就是给香港这里，然后小果我们就会给日本。特级品以青果外销，出级品利用叶仔甲果皮等加工，分别做纤维塑钢甲加速饮变外销，透过循环经济，互作物袂浪费。往来去互中国禁运了后，日本为政府、企业到民间一直消停。即卖疫情转好，台湾的蜜枣、乌鱼子等各种农渔产品大量外销。初7开幕的东京食品展，都136间台湾厂商参展，是甘纳斯意大利的第2大海外参展国。这个是我们台南的秘密武器。台湾兰花主产第1台南，因应伫要搞的白色情人节，推出有印爱心的兰花。高雄原来甲日本人真介意的玉荷包摕来结酒，龙溪大关的分江嘉南、高屏甲花东九县市首长全部出动，伫食品店一直推出家己的农特产品。我们更希望是能够促成台东商家跟日本业者的合作，让台东食品透过食品展，让更多的人知道。民众认真听业者介绍台湾水果，现场原来有不少通路业者表现合作兴趣。台湾去年农产外销中国以外国家有1354亿，比前一年成长6.3%。日本市场的部分提升17.5%。农委会要深化甲日本的交流，希望会当甲更较侪优秀的农渔产品介绍予日本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宜兰县的三星乡传出讲，农民为特别赶鸟仔，用竹篙把鸟仔的尸体吊起来。多方面讲，这款方法是真残忍。有专家嘛认为讲，鸟仔的尸体会生虫、有臭味，有可能会有病菌的感染。县政府农业处已经在调查，卖来做处罚。一只死去的田鸡甲吊伫田边，县府的人随去调查，甲这只水加冷，有人讲田鸡的鸟仔甲炸断检验。嘿，就是做那个稻秧插下去那下面的稻谷。哇，那下面稻谷一吃的话，它要么就翻起来，它就早当春耕的时，有袂少鸟仔会食农民辛苦播落去的黄啊。农民家伫心内，佮想出各种步数来赶鸟仔，包含用炮仔来弹，也是讲挂各种响目的布条来赶鸟仔。宜兰三星的农田有出现讲农民挂死鸟仔来咧赶鸟仔，安尼互鸟友诚不满，讲这款手法伤过粗残，民众嘛无认同。插一只死鸟啊，对不对？对。好，即摆佫有用这个方式去赶鸟啊？应该是较唔满吧？即摆人都保护迄个水鸟。有鸟类专家讲，吊死鸟的行为有可能产生生物安全问题，亲像这个鸟仔死，伊会生虫，还佫臭干干，安尼来去喂着人，建议要是用别款步数来赶鸟啊。后续我们会联络相关的地主啊，还有附近的民家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再进一步去调查。县府讲，伫个农地挂死鸟啊，安尼可能是会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若是讲去杀，也是讲去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会当判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搁爱罚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金。查明身份了后，叫伊去县府约谈，才搁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3月7日国际妇女节，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认为讲，女权伫全球受到威胁甲侵害。伫一寡国家女性读册、做事、结婚生囝，拢无家己决定的权利。伊嘛提起讲，若是照目前的发展，要去等300年以后，才有才调会当达成性别平等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7日伫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指出，女权伫世界各地当受到迫害、威胁甲侵犯，过60年来将无简单得到的进展，当伫目前消失，这是一大警讯。Gender equality is growing more distant. On the current track,
where Yemen puts it 300 years away. 古提瑞斯基咧，塔利班治理的阿富汗，妇女甲查某囡仔已经伫公众生活消失去。另外无点名指出，一寡所在妇女的性自主权甲生育权当地倒退，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上课会面临防绑票，也是防攻击的风险。有一寡所在警察变做弱势女性的加害者。另外，疫情造成某一寡国家查某囡仔无读册、早婚、女性照顾者失去工作者的影响甲冲击，目前也是严重。各地产妇有新的妇人人死亡率拢增加，这拢是全球性平重大威胁。伊进一步指出，过去几600年父权制度伫科学甲工程、数学，甚至是目前上界热门的网络甲 AI 领域，创造严重的性别差别界线。呼吁各国政府爱重视问题，确保女性伫这领域拢有公平的机会。And in many countries, girls are study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th in record numbers. This must be followed everywhere. Women and girls will not be silenced. Together, let us push back against the pushback on women's rights, against misogyny.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来看伊拉克伫7天前，国会通过禁酒令最近正式实施，规定讲伫伊拉克国内禁止生产卖酒，嘛袂当进口有酒精的饮料。入境的旅客嘛袂当炸酒。也毋过，这项规定是互民众真反弹，民众嘛质疑讲禁酒令违反宪法。伫巴格达的餐厅甲酒吧实质的是部分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毋过，顶个月20，政府向宣布国会伫2016年通过的禁酒令正式生效，不准伫境内卖酒、进口或者是生产酒精的饮料。入境的旅客若有酒，嘛会去互没收。伫民间是引起真侪争议。والله بصراحة أنا يعني ضد هذا القانون لأنه يعني إحنا بلد متعدد الأديان متعدد الأعراق بلد حضارتنا 7000 سنة بلد يعني ثانيا إحنا بدنا نتجه للسياحة 反对的民众讲，伫伊拉克大部分的人是信伊斯兰教，叫伊莫啉酒是无问题。毋过伊拉克也佫包括其他少数基督教徒等等的族群，因的信仰并无规定袂当啉酒。政府硬爱因接受这种思想，是违反宪法和人民自由的权利。而且最近去伊拉克观光的外国旅客有增加的趋势，禁酒令恐惊会妨害观光甲经济发展。زين وا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ليش معلنين هذا القرار المسيحيين الارمن باقي الطوائف ما حرم عليهم هذا الشيء فهذا قرار غير صائب زين وراح ياث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عراقي 目前已经有基督徒去法院提告，而且这个禁酒令是安怎伫通过7年了后才生效？有分析认为讲，这反映伊斯兰政党势力有进一步扩大，当伫豆豆限缩社会自由。毋过，嘛有牧业商私底下讲，这项禁酒令无法度阻挡卖酒的情形，将基本敢若会互乌市的交易愈来愈济。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咱再来看澳洲墨尔本有2个查甫人因用绳仔甲吸脊绑起来，伫市区的河川亲像咧钓鱼共款，用吸脊来吸粪扫。去起物件有脚踏车，有大袂长的推车，有各种的歹动巨石。因一礼拜会当清掉几啊百公斤的粪扫，嘛甲这个废铁去卖钱来帮助弱势。这是澳洲城市墨尔本流过市中心的这条河，叫做亚拉河。一个查甫人徛伫河边，等一条绳仔落去水底，看起来就是伊是在钓鱼啊，但是其实伊是要钓等在水底的粪扫。这个叫做罗伯森的查甫人，伫绳仔顶头绑一粒差不多1公斤重的吸石。莫看这条河敢若真水，但是你一定想袂到，绳仔等落水底了后，吸石吸起来物件竟然有铁栏杆，有大卖场伫用的刹车。甚至也有几台的脚踏车，实在是震撼。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find. It's not about finding treasure. I'm not looking to make money. It's about just cleaning up the waterways and helping out and doing my bit. 事实上，罗伯森进前捌坐过家，出家教了后，伊甲另外一个伫家教熟悉的朋友，两个就烧酒家己来做志工，用这种真特别的方法来清理水底的粪扫。I have taken a lot from society over the course of my life. I've done a lot of wrong things, and this is my little way of giving back. It is good fun, but yeah, it's definitely doing your part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 So why not? 罗伯森甲卡拉两个人每礼拜拢会用为墨尔本这个城市的水底钓几啊百公斤的粪扫起来，1公斤的这种废铁粪扫会当卖150块澳洲的钱，差不多是台票3000块。但是罗伯森讲，因会用这个钱来帮助其他的人，
因做即件代志完全是家己欢喜要做，因为毋但会当清除水底的垃圾物件，嘛会当甲因心内过去的垃圾物件清好清气。记者甲面连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